係大家好啊，貓貓 lady 啊！今日咧原先諗住想過去太興嗰度食飯，跟住一行過去咧就見到排晒隊嘅太興排晒隊。佢今日咧因為十即係國慶咧10月1號國慶咧，佢就做優惠咯，太興即係7折啊咁樣咯。咁佢跟住隔離敏華啦，因為佢呢間將軍澳呢間太興隔離咧就係敏華餐廳同一個集團啦，所以都係7折，都係排晒隊啊！咁好多人排隊啦。咁我嗰去嗰時6點零鐘嘅啫，咁排晒隊。咁如果目測都要等個幾鐘啊！如果等位排隊，咁跟住我就過咗去前邊阿森嗰邊啦。阿森嗰邊又係7折，又係排晒隊。因為佢都阿森嗰間咧都係太興集團嘅。